2022年5月，湖北徐州26歲嘅男子申明透過社交平台認識咗尹霞，兩個人呢迅速發展咗戀情。佢哋約出嚟見面，好快發生咗親密嘅關係。好快呢，依云呢就帶住自己嘅 X 光片，話自己呢懷孕咗，同埋得到一個醫院嘅記錄，話自己已經流產啦，進一步得到申明嘅信任。喺2024年5月，兩個人呢奉子成婚之後呢，喺徐州舉辦咗酒席，申明呢支付咗14.8萬嘅禮金。結咗婚之後呢，伊霞呢帶住呢啲嘅現金，安排申明呢入住青島一棟所謂佢自己嘅別墅，並提供咗46萬嘅銀行存款單、100克嘅金條同埋一架 Benz 作為嫁妝。伊霞話自己嘅爸爸係一個高官，家庭嘅條件非常之優厚。隨後呢，伊霞呢以家庭矛盾為理由呢，延遲咗申明見佢嘅父母。喺幾日之後呢，佢就突然間失蹤咗。隨後申明呢追查發現，存款單、金條呢都係網購翻嚟嘅假貨。連架 Benz 呢都係租翻嚟嘅。經過進一步嘅調查，發現尹霞嘅姓名同埋戶籍呢都係假嘅，而且呢，佢喺2015年喺山東嘅萊州同其他人登記咗結婚，並且誕下咗一個女，係屬於重婚嘅狀態。佢嘅所謂嘅屋企人呢，全部都由演員扮演。尹霞呢將禮金約10萬呢存入銀行，其餘呢就用作個人嘅開銷。喺2025年11月17號，徐州市真都區法院一審開庭，尹霞呢被控詐騙罪同埋重婚罪。法庭上邊態度非常之強硬，拒絕賠償同埋取得受害人嘅諒解。法院呢最後以詐騙罪判處尹霞有期徒刑4年零6個月，並且呢需要追繳違法所得嘅89140蚊俾翻申明。目前呢，尹霞呢已經賠償咗78700蚊。申明呢對呢個判決非常之不滿，認為量刑呢太輕，並指呢扮演尹霞嘅家人嘅演員呢亦都需要追究。目前呢正考慮透過檢察嘅機構申請上訴。